过来是国民党针对着军购案，到底是要3800亿加 N 的版本，或者是8000亿的版本？今仔日是再度召开着党团大会来讨论，但是也是无结论。结果国民党的立委陈雪生是气甲讲，搁吵我就来退党。国民党团的总调鲍群奇讲，版本要咧讨论，若共识是一定爱有法计师。我们没关系，没有问这个。对，你们在讨论这个。不是我一个队啊，全班都这样。国民党立委陈雪生为讲出嘴，随口并险的同事出声提醒，尤其是当阵党团总调鲍群奇行入会议室，嘛互气氛淡薄仔叫，就和党主席邓丽文前一天讲会，同款无得到党内认同。党团多数一直是坚持3800亿加 N， 从来没有动摇过。要改成8000亿的，从来都是少数意见。8000是少数，怎么是少数多数啊？也最少在那一天有讲话的，绝大多数是8000。经过了解，4月2到差不多40位南会出席，其中要选高雄的郭志芬分任的张家军，争取中华谢依芳，全部表态支持8000亿军购。另外，台北市长蒋万安选台中的江启臣，嘛拢透过立委表达支持8000亿，坐买16个人。若支持3800亿加 N 版本的县市长参选人，有参选金门的陈玉珍、新竹县的徐欣莹，佮有打赢宜兰提名的吴宗宪，佮有4个人讲希望佮甲党中央讨论。郑丽文说要选的都支持3800亿加。我觉得这个讯息跟我们的认知有点误差。各种版本大概最大的共识就是一定要有发价书。就要协商了，会有结果吗？还在讨论，还在讨论。党中央合作是一个啥样？鲍群奇虽然说讲5摆各地的讨论，看党团大会2摆拢超无共识，甚至传出加码派可能提议表决嘛发动。如今局面已经扩大到4月我大平，无论结果相款，拢会动创国民党。将规尾地决定交予立法院长韩国瑜明仔载协商。军购案的走向如何？赶快充分变数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